我要去拜土地公，我要买6罐鲜肠面。鲜肠面一家千岁。我都会退哦。一罐偌济？1罐20，6罐偌济？120啊。啊？你点的，120啊？多少？待会。哎，我炒锅头家等于小这样滚了去。OK。送茶，好生气。头家啊！快去啊！咱大家敢知影乖乖，这件代志，嘿，乖乖的代志。乖，都好食。乖乖啊，伊差不多伫个2003年的时阵，就向报道讲，像那阮兜的机器啊，都不是咧歹去。哦，就是对迄个工程师，因就是一个咱的私底下，就是流通的习惯开始，就讲，我今日机器做袂乖，但不是，若是伊比迄个厂长的时阵，我机器就是冻点去，对，就豆豆有人流传出来，就是讲，安尼你敢要迄个建议你放一包乖乖。你的机器，爱彩色的，对，彩色，一定爱彩色的哦。因为是红色，彩红灯的概念，彩红灯，彩灯会当行，红灯袂使，红灯就会无乖，黄灯呢，黄灯就危险，危险，对吧？所以因就是拢会用这个乖乖，后手了后煞演变讲，你行到倒拢是共款。你会看到人迄个收银顶悬放一包不细包的乖乖，因为这包乖乖后手就是因为这个流传的需求，因调工去做一个较细包的款，互因会当放的迄个收银，百货公司收银，因拢藏在下骹。百货公司因顶悬咧计算机顶悬爱打1块50块，是讲因今日会当开市个办，互钱个办，因的收银毋免。冻店，互因无法度用，因无法度用就用手写。后手我去迄个，不管是邮局啦，还是去其他的所在，你就定定看到因收银台顶悬电脑顶悬，拢放一包彩色的乖乖。伫个迄个咱病医咱袂当食啥物？红奶，红奶烧嘛袂当，红奶袂使，为啥物？卖白啦，卖他们精力的时候啦，希望大家健康。你去诊所嘛袂使，有一摆我去小儿科的时阵，我讲黄无啦，伊讲莫讲，等下就出人啊，莫讲啊，对啊。所以伊讲，阮袂当食红奶，袂当放红奶，嘛袂当忙。对吧？做无伊，所以因只要。袂使，往来食，搁食嘛袂使，除非这嘛找到久，后手全脸都会白，因为这古早饮料每日吸袂当逐工吸，所以咧，袂使。这我都唔知。所以你若去，你要互你的朋友，伊互另外，互另
对对。你要吼，你要在平常时啊，想讲啊，因为都无食物件，要摕物件捡人食，毋通摕即款款的物件，伊家己本身嘛有禁忌会当食。哦，OK，咱今仔遮拢无。咱来学，好好学。大义王，大义我王。嘛袂当食。哦，无爱睇，爱翕一张大义王。啊，咱这个头拄我买的这个迄个仙草蜜吼。哦，仙草蜜但是仙草蜜伊本身就是讲咱有一个全台湾有一个做古水的土地公，伊伫迄个新店交通大厦边仔遐有一个土地公，伊就是爱食仙草蜜。啊，其实咱会翕相爱大义王。一般咱知影咱拜土地公啊，上一般南部较常常拜是啥物？南部，水果吧，麻糍，哎，吃甜甜。吃甜甜。妹妹，敢知影拜土地公爱拜啥物？拜麻糍，还是土豆汤，还是甜啊？因为土地公爱食甜。你会摕一包？我多谢，我无了。我多谢。我包我摕着一包啊。啊，丸仔呢？丸仔敢知？丸仔。丸仔敢知？哦，丸仔是啥物人？丸仔。哦，丸仔。我是丸仔。丸仔敢知拜土地公，敢会当拜啥物？啊，就家己爱食啥就拜啥。我这是一款，啊，但是迄个主神伊就是人讲伊就是将官上去，啊，所以伊就。甜甜。像咱妈祖啊，新娘啊，伊就拜碰粉，红粉香水，嘿。哦。啊，我那敢有想到一款，土地公爱啥物？甜的拢会使哦。爱拜卵哦，你若是摕。卵应该是好料。拜红菇，好料人爱食。啊，有啥物？啊，伊内底有一个老人对无？嘿，老人爱食物件拢会使对吧？你要倒一款？你要倒一款？会使变黑丸。安尼。啊，工作日好个，你敢有要？你敢知迄个这摆拜土地公啊，爱拜初几？土地公，要去菜鸡，搁16，生鸡。是拜初一15。初一15是拜咱的门口顶，拜咱的门口也是做者。啊，初二16通常拢是土地公，也是有迄个做着做生理的开市，因就拜门口。所以过来这边拜用手料来拜。今仔日啊，今仔日初二，无因为阮9月16拢会拜到。这是咱较古早的时阵啊，定会食的。差不多这是啥物？蚵仔煎，这是新版的乖乖。哦，新版的。新版的乖乖来分人食，这就是头仔讲的。黄色的黄顶的乖乖。你咸的？我咸的哦。哎，咸的香。这拢椰子香。啊，这新口味，看要试看卖。大家食就乖乖。囡仔啦，他食囡仔面。我就感觉我看起拢是囡仔咧讲。我收大块袂食钱。我食互囡仔食较少啊。我能食啊，我能食。我站那边啊。你也是要啉果汁嘛？
头拄仔阮顺义就咧甲我讨西啊。哦。我今日来的边，我搁有炸饼干。哦。啊，这啊每日西袂使，这嘛袂使啊。西嘛袂使西扮演耶。你怎么样含水？我无啊，无啊，我无啊。安尼，你要爱喝的啊是？真的，这啥你老讲？哦。好好。我来开啊。啊，你要摕一罐无丸啊？好。你问看卖伊该啉。你问丸啊爱啉的？好。你要普洱的。拢会使。啊，你摕一罐。你可不可以喝虾？啊，妹妹嘞？这哦，来看较大这。你问讲买一罐。你会多几罐？都会使。啊，你看你多少头家？啊，搁有啥物禁忌？咱迄个医疗人员，因平常时也做辛苦嘛，因平常时啊，就是拢干那食珍珠奶茶，对吧？啊，其实迄无就是咖啡，其实迄对因来讲拢做无用。啊，但是因若是我有听过较济，就是讲因平常时啊，拢伫个病院是袂当食请的物件，啊无就是食刺绣啊，会当小鸡腰枕，就搁去无用。现在是做辛苦啊。我嘛进前咧排单的时阵啊，有听着讲，伊来甲我买迄鱼仔饼嘛，啊入去了，伊就无买咸的，像你顶下买遐咸的了，安尼就冻几工啊，冻几工的时间。啊，你个，咱伫个差不多80年，这段时间啊，做一奇怪，就是谣传就对啊。咱像咱台南上名迄个花园夜市，嘿，花园夜市，伊就是好，你先去看。花园夜市之前有人伫后白传讲吼，你行来迄个夜市仔内底的时阵，会有人写迄个艾滋。好。嘿，这嘛是和之前有一件社会事件，就是足共的，就是讲，你敢有听过讲，我敲公用电话，我落钱入去，我找钱干嘛？迄个空，你闯入去，遐有人来去放针头啊，创啥有诶？对，所以迄拢做主，后手就拢有人一直咧传一直，啊，其实迄嘛。毋是真诶啦，因为虽然讲迄是谣传，啊，搁有咱平常时啊，啉诶迄个查理王，我今日无准备。查理王进前讲有工作人员含迄个凯士乌龙茶，迄事名共款。安对30当前新开始乌龙茶来传，啊来，逐当拢会有新的饮料店出现。对。应该新生活泡沫红茶嘛传过。对对。拢有新的厂开始出来。对，就是讲啊，因就是人员啊，咱个内底希望啊，所以你啉是啉。对。啊，后手了，这个手切地，就愈来愈流行，愈时行啊，一间开，啊，一间大家拢爱有家己的招牌，啊，拢想要和人无共款，啊，相对的你就是愈开愈新啊，啊，就是愈贵。即摆一杯拢5-60块，会当食一顿较简单的啊。我即摆买着拢，歹势，阮家己较整卡啦，阮家己。你伫厝的，就是拢像安尼排单，甲伊算。啊，但是讲生活中的物件，就实体就去安尼排安尼，你伫恁兜嘛安尼算。对，伊逐工伫厝做头家。以后倒出来甲伊做头家。伊拢袂凉啊，袂胖，也袂饼。你
你若要互伊知影胖的介绍，你就白胖，就是叫伊胖。对啊。你若是飞机啊，拢是啊，没有。咱咧以后开包的公司啊，开连锁的吼，开到迄个全世界。你摕一罐分才会来听。你爱问问题，阮对的就会使听，好不好？你问问题。啊无你答，你答遮姐阿姨问者，你想要知影的问题，敢好？什么胖啊？什么胖的胖？啥物胖？大手胖还是小骨龄胖胖？还是骨胖？小胖。啊，你想好你会答嘛？无因为阮等下要来回答哦。你先想好几箍？我一条，一袋好，一袋哦，小胖，一袋小胖哦，用手啊来算，较贵的计算机来算。你也外口。哦，有人开始算啊！有人开始算啊！像牙齿来，你来。啊，你啊，我还在这个，一块2块平，2块。你也几条的，啊，一袋平平看10箍够有噶？10箍该使。买较济较少。哦，安尼多哦。啊，真的。啊，佫有啥？啊，你要另外你爱换一个咧？因为我即摆做10箍啊，你爱讲换另外一个？你会使问骨龄胖啊，肉酥胖啊。两个吧，哦，你话你烦啊咧，两个吧。伊拄仔佮像讲肉酥胖20箍，哦，伊拄仔有讲20箍哦。两个，有人算好，有人算好。哥哥来先牙齿话啦。一袋20吼。啊，两袋，伊问两袋。对啊。对吼，好，安尼摕一罐上。我头家无要算，后壁有助理去算。哦。头家啊，你佫有啥物胖？还有一袋，伊佫有。你即摆有小胖甲肉酥胖，你遐佫有啥物胖？骨胖好吧？哦，骨较胖好食，骨较胖贵小哦。胖较贵哦。骨胖细袋甲大袋。一包哦，细粒要做哪一种？一包唔多做济我粒，有块钱。 5粒， 5粒不够胖，称成一包。今他遐大袋尔，还细袋。细袋，会使下小朋友方便食的啦，对吧？嘿，好，细袋。啊，迄头啊，你问者，迄比肉酥胖较贵啊，比肉酥胖较俗。伊可能较俗吼，可能一个10箍啊，10箍啊5袋啊。诶，我今仔还有一包的呢，迄细袋一包。啊？哎呀，啊无我送啊！哎，你看人水就要送。看老师啊，哦，慢慢的行。安怎？姐姐伫遐，姐姐伫遐。真的几天？啊，这管没有这样。头家还袂趁钱，后壁会先害伊的，要消了伊。啊，头家，咱这波米这管好在啊。哦，头家我要有，我感觉迄较细罐，可能一罐10箍，伊较无，伊迄较无遐大罐的啊。因为你手摕迄罐较大罐，迄可能较贵。11啊，我无要着，我无要啦，嘿。这个开发的地方。你是细罐，哦，头家你即摆物件愈来愈贵啊，人以前我10箍就好啊，即摆伤贵我买袂起咧。好，啊你要请我啉大罐的啊？好，感谢咧，感谢。想无？你讲先快速的讲，厝内底人讲。
个妹妹嘛先选，嘿。来，啊，你也来问啊，迄是要拜什么神的？哎，拜什么神？多谢。啊，美术老师举手的那个，我举手无咧。啊，搁有啊，是倒一个所在土地公，这个美术老师。对一个土地公甲伊啉做你也还问，啊，伊对你就知。来，都有无新地，迄个，伊迄个机械人冰冻啊，有看见没啊？冰冻迄个做大间诶。来啦，啊，这跟他讲。下面咧，我后壁佫有一个上地上后壁还袂摕着哦。啊，搁像阿伯，还有啥阿袂有？你手看买还有啥阿袂？啊，你问问题无？你问伊问题好无？你讲这款台语安怎讲？你讲头拄有讲，土地公的生意是哪？我袂使，我唔知。农历应该是29月。月，无2月初2哦。嗨，2月初1。哦，2月初啊， 2。你来，伊回答问题啊！多谢老师。哎，头家今仔要关掉哦，头家今仔要关掉哦，要收哦。阿伯啦，搁有时间的，对吧？我头家讲伊在卖了。来，顾一个问贵老师，你敢问问题？贵啊！我知影什么神，就是土地公，伊阮咧最爱食。啊，菠萝蜜。啊，不是菠萝蜜，这个炒面啊，菠蜜。哦，波面哦，是有仙草蜜讲定。什么是？仙草蜜，有迄个神，有那最爱食仙草蜜。是。好是。你干嘛？好是什么是？不是最爱食。好是是啥物？我刚才想讲好是，好是。啊，再会你要收大是不是？咱再会。无啦，阿伯。来，你讲好想来，咦？先别当爱你管。我拢有啊。我大家拢有安尼，哇，多谢你，谢头家。收听明仔载继续卖。咱甲头家拍好啊！哦，感谢。感谢你。